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5月21號禮拜四嘅第二節，我哋繼續去跟進下香港嘅最新情況。根據彭博社嘅報導所講，香港崇光百貨母公司利福國際正係面臨再融資壓力，需要為一筆喺1個月內到期嘅貸款進行再融資，但係目前仍然有20億港元嘅短缺。而據信報嘅報導所講，匯控行政總裁艾喬治表示，集團多項精簡架構、節省成本計劃已經基本完成，削減員工總薪酬支出8%嘅目標將會提早6個月喺今年年中完成。好啦，喺講落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而家咧，似乎各行各業都要再融資喎，咁好多公司咧都係非常出名嘅，值得大家去關注一下。究竟撲唔撲得到水呢？除咗新世界之外，原來好多公司啦都有再融資壓力。據今日嘅彭博社報導所講香港崇光百貨嘅營運商利福國際，距離一筆即將到期嘅貸款再融資限期，只係得返唔夠1個月嘅啫。知情人士話，利福仍然係未完成所有嘅融資安排，成為咗香港樓市下行之後又一間被逼喺最後關頭要同銀行展開談判嘅企業啊。據知情人士透露，利福國際目前仍然需要取得20億港元嘅銀行承諾，先至能夠完成得到總額67億5千萬港元貸款嘅再融資目標。據了解公司同銀行之間嘅談判已經持續咗4個月㗎啦。目前尚未落實嘅20億港元就佔咗再融資規模嘅大約1/3。呢一筆貸款係以位於香港銅鑼灣核心購物區具有標誌性嘅崇光百貨作為抵押嘅。咁換言之如果撲唔到水，得唔到銀行嘅承諾再融資，咁會有咩後果就係崇光嘅銅鑼灣總店有機會咧俾銀行接管扣押啦，因為係攞呢間嘢做抵押嘅咁樣。好大鑊喎咁樣。事件就反映香港經濟目前出現複雜分化嘅現象。香港今年第一季度嘅經濟錄得咗接近5年嚟最快嘅增長，住宅樓市亦都逐漸回穩啦，旅遊業就正在復甦，股市嘅活動大幅增加。咁呢啲係表象啦，係咪啊？但係之前嗰啲蘇州市未曾掃晒喎，而且仲好多陸續爆雷喎，爆煲不過商業地產市場持續疲弱，仍然就令到不少有借錢嘅企業承受巨大壓力。所以究竟嗰啲咁嘅什麼經濟增長咩住宅樓市回穩嗰啲係真實嘅情況，抑或係假象？大家思考下啦。而家講到又話經濟高速增長，咁大家有冇加人工呢？我就聽到唔少企業又話炒魷又減人工嘅就有。加人工有㗎，公務員咪有咯，係咪啊？咁至於話一般嘅打工仔女有冇份啦？歡迎大家喺留言板嗰度反映一下。好啦，睇翻呢個報導啦。至於話另一宗近期嘅案例類似嘅案例就係香港酒店營運商一間叫做係泛海國際近日亦都一直難以獲得足夠嘅銀行支持，為一筆即將到期嘅13億6千萬港元貸款完成再融資，即係有啲銀行唔肯認頭，唔肯參與，即係其實即係新世界嘅翻版咯。佢有一期都話撲水撲得好緊張㗎，因為有啲銀行話喂，我唔同你玩啦咁樣，咁但係最終就大到不能倒啦，叫做捱過咗啦。咁但係其他嗰啲細翳啲嘅又點呢？而且越嚟越多爆雷嘅喎。好啦，不過利福國際最近亦都出現咗一啲較為正面嘅信號㗎。為咗減低短期債券償還風險，以及係提升銀行信心公司主席
細佬劉鑾雄上個月表示，佢計劃喺6月18號到期之前，買入公司尚未償還嘅3億5千萬美元債券嘅全部本金，即係話由佢嚟到去課金，佢嚟到去頂一頂。咁啊，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積極信號嚟㗎，係咪啊？佢本人嚟到頂喎。知情人士話，此舉咧就令到部分原本態度猶豫嘅銀行開始重新考慮參與貸款再融資嘅安排啦。公司目前正在係接觸新嘅貸款銀行，希望加入到融資銀團，即係揾第啲嚟幫手啦，係咪啊？貸款談判氣氛嘅轉變反映喺目前受壓嘅香港商業地產市場當中，本地富豪股東嘅個人支持對於企業渡過難關就越嚟越重要啦。即係唔好淨係靠銀行啦，你自己本身有水嘅都要科一科出嚟。知情人士話，喺公司公佈咗相關消息以後部分銀行甚至提出希望公司主席即係細佬為該筆貸款提供流動性支持。上身嘅喎呢啲咁樣。據了解利福國際旗下嘅一家子公司叫做 Future Develop Limited 嘅新融資所得就將會用於償還一筆喺6月18號到期為期5年嘅貸款。而利福國際已經喺2022年由主席細佬劉鑾雄以19億港元私有化並且退市啦。借成60幾億爭20億嘅缺口，搞唔搞得掂呢？1個月之內就有結果㗎啦。我相信搞得掂㗎。如果係由佢自己個人嚟到去撐住嘅話，但係呢啲就入獄啦，正式。好啦，至於另一間泛海國際又點啦？呢間咩嚟㗎啦？咁樣一家曾經因為投資中國恒大債券而錄得數以百萬美元計虧損嘅香港酒店營運商，就正係面臨一筆13億6千萬港元貸款嘅再融資困難。據知情人士透露呢一筆貸款下個禮拜到期㗎啦。呢個仲爆得快啲添，如果爆嘅話。持有同埋經營香港5間皇悅品牌酒店嘅泛海國際旗下嘅子公司泛海酒店，一直尋求將有關嘅貸款係展期㗎，但係截至到禮拜一，仍然未能夠從貸款銀行當中獲得足夠嘅支持。呢一筆貸款將會喺5月27號到期㗎啦。部分債權銀行已經呼籲其他銀團嘅成員繼續留返喺貸款安排當中，以避免觸發潛在流動性壓力。即係話喂，你幫手啦，其他嗰啲唔好唔好爆一爆就攬炒㗎啦，幫佢展期啦，再融資啦咁樣。但係有啲銀行本身都有壓力嗰下死啊嘛，佢幫得你嚟嘅時候第二個又出事邊個去幫呢？佢幫得邊個呢？你明唔明啊？佢本身都喺度 call 緊窿，銀行係佢寧願你爆啦，即係嗰個乜鬼嘢坐撚記嘅老闆咪就係咁樣坐撚咗咯，冇咗命都冇埋啦咁所以即係做銀行嗰啲佢亦都有個難處唔係天跌落嚟㗎嘛啲錢咁佢都要催你還，咁所以就即係睇下佢哋同銀行方面談判成點啦。第二啲壓力冇咁大咁，梗係話喂你又唔好走咗去咁樣雖然個談判仍然進行當中貸款都仲有可能喺到期之前完成再融資㗎。但係喺香港市場一般借款嘅企業通常就會喺幾個月之前至少喺幾個禮拜之前就完成呢個續貸嘅安排㗎啦。然而自從香港樓市喺幾年前轉弱之後，一啲地產公司被逼喺貸款到期前嘅最後關頭先至同銀行談判，令到市場對於債務能否順利延期，抑或係最終違約出現咗不確定性。目前嘅談判再次反映出香港中小型地產企業持續承受巨大壓力。喺信貸環境收緊以及係資產價格疲弱底下，企業融資管道受到限制。
嗱，雖然呢間公司嘅住宅銷售收入有所增長啊，但係佢哋投資中國房地產嘅債券，包括已經違約嘅中國恒大集團同埋廣州富力集團嗰啲債券所帶嚟嘅虧損啊，對資產負債表啦造成咗沉重嘅壓力。泛海國際曾經喺2020到2021年間大舉咁買入恒大嗰啲美元債券。嗱，當時咧就正值恒大崩潰嘅前夕，咁即係佢啦冚唪唥就去掃貨，有乜辦法唔出事先得㗎嚇？咁隨着呢個大陸房地產危機爆破呢類投資咧令到唔少嘅非金融企業暴露於巨大風險之中。截至到2025年3月嘅財政年度泛海國際向股東錄得咗37億5千萬港元嘅虧損。主要原因就係債務證券投資嘅未實現公平值虧損，以及係進一步預期嘅信貸損失撥備，即係炒呢個恒大債輸錢啦嚇。該酒店營運業務已經喺2024年底被母公司私有化啦，並且從港交所退市㗎。另一方面泛海國際旗下另一家公司子公司叫做泛海財務，亦都有一筆30億港元嘅貸款將會喺6月28號到期。知情人士話嗰間嘢能否成功為該筆貸款再融資啦，可能就會取決於酒店業務今次嘅貸款展期能否順利完成。即係話，所以今次呢一筆嘅貸款下個禮拜能唔能夠展期就好關鍵啦，因為會牽涉埋另一間泛海國際旗下嘅子公司。但係就算俾呢間咁嘅嘢過到骨都好啦，對於香港嗰啲銀行業嚟到講咧，都即係唔係辦法㗎。因為早年息口低嗰陣，哇！即係嗰啲銀行爭住借錢俾啲企業，嗰啲企業又走去借錢煲大佢，點知一煲爆嘅時候咧，咁好啦，而家咪要執手尾咯。咁你救得呢間，救得嗰間，咁跟住到期嗰啲又點咧？咁銀行始終都係要有借有還先至得㗎嚇，佢始終都要催某啲嘅企業還錢㗎。咁當然好似新世界嗰啲咁樣，或者好似而家呢幾間叫做出名啲㗎，可能佢又有資產做抵押，佢個牙力係足夠㗎，咁就可以喺同銀行嘅談判裏邊係取得一啲嘅好處都唔定㗎。咁但係有啲即係比較係冇乜實力㗎，嗰啲就一定出事，一定爆煲㗎咯。你嗰間樂豐咪就係咁樣出咗事咯。即係有啲就會被犧牲嘅。如果佢嗰個後台唔夠，佢個牙力唔夠，同銀行談判嘅時候傾唔埋欄，咁即係因為始終你都要還債，咁你間間都唔還都唔得㗎。咁所以咧嚟緊你話大企業會唔會出事咧？我覺得機會較低。但係至於話嗰啲小型、微型、蚊型嘅發展商啦，或者係嗰啲嘅企業借咗大錢㗎。嗰度係犀利啊，死得人多啊，真係所以大家要注意同埋就算個人嚟到講都唔應該亂咁借錢，坦白講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再睇睇就係匯豐嘅情況係點啦。呢間嘢又要即係削減呢一個嘅支出喎，即係你睇下渣打又話減人手，匯豐都係一樣嘅啫故此我唔知點樣話百業興旺點樣説好呢個香港故事啦根據信報嘅報導所講匯控咧就喺尋日舉行咗投資者日。匯控行政總裁艾喬治表示集團多項嘅精簡架構、節省成本計劃已經係基本完成啦，甚至乎仲提早達標添。佢咪諗住炒咗自己？實情呢啲咁嘅企業冚唪唥肥上瘦下即係我以為佢話喂，我今年做義工唔出糧咁樣，唔係，咁就包括係咩呢？就係年化嘅營運支出基礎壓低咗15億美元，折合咧大約係117億港元，相當於咧員工總薪酬支出嘅8%呢個目標即係話出糧出少102億咁滯喎。即係肯定有啲職位流失咗啦，唔係你點能夠話出少100幾億糧呢？咁呢個目標咧將會提早6個月喺今年年中完成㗎啦。
未來咧將會利用所釋放出嚟嘅資源投資業務，推動匯控進入增長模式。重點咧大部分都會落喺亞洲，當中包括透過呢一個匯豐香港咧擴大客戶規模，以進一步拓展財富管理收入。所以咧而家好多銀行佢主力就唔係服務大眾噶啦。總之你嗰個嘅總資產值夠高，你係闊佬有錢人㗎，行到埋去，哇！嗰啲職員好似烏蠅咁樣嬲住你㗎。實情梗係啦，佢成日想 sell 你買呢樣買嗰樣，最好你走去買佢銀行嗰啲咁嘅什麼爛鳩基金啊，咁至正佢咪係咁鋸你個手續費啫嘛，乜嘢所謂啫？總之你一定要買佢銀行嗰啲咁樣嘅嘢，嗰啲 product 一般嗰啲咁嘅小客戶咧，佢咪當你係眼尾都唔睄你咯。所以咧就唔需要同呢啲咁嘅銀行談感情啦，大家真係你個資產值唔夠啊，佢簡直都真係見你唔到啊，唔好講話睇低你啊，直頭眼尾都唔睄你一眼啊，係所以就大家選擇銀行咧要謹慎小心，選擇都要有服務嘅有啲直頭唔當你係即係客咁樣嘅，店大欺客啊嘛。而家好多間都係咁，個銀行規模越大就越係咁，真㗎所以我唔明嗰啲咁嘅婆仔成日咁中意仲去 Hong Kong Bank， 喂大佬都已經唔係97之前嗰間啦，而家呢間係咩嘢啫？真係好啦，睇翻呢一個嘅報導點樣講啦。艾喬治2024年9月上任匯控行政總裁以後立即咧就推動集團大規模精簡架構。佢話過去近年半嘅時間，有300個董事總經理級別嘅員工因為職能重疊而離任。離任即係鋸雞咗啦，係咪啊？講得通俗啲，執行委員會由18人降到落12人。日常營運未有影響之餘60%嘅收入咧可以直接匯報到最高級嘅管理層。效率咧就因而提升啦，即係話你嗰個企業裏邊本身就存在着大批嘅冗員啦。咁問題就係冗員就還冗員，冗員係對於你嗰間公司嚟到講係冗一，但係嗰班友有糧出噶嘛，有糧出嘅時候呢班人咪成為咗成個中產嘅中堅咯。咁於是乎佢哋咪會置業咯，係咪會消費咯？咁你而家削咗嘅時候咁點啊？咁自不然成個盤就會縮水噶啦。好啦，咁除咗話最高級別嘅管理層以外艾喬治話2025年匯控嘅員工總數都少咗4000人啦，4400人啦，削走咗4004人。咁從中減省支出大約就係6億美元。原本個目標咧就係降低員工總薪酬嘅8%，今年年中就會完成㗎啦。匯控亦都已經推出咗節省成本嘅策略。透過出售非核心業務等嘅多項措施，將18億美元成本再投資至到業務發展，而不會影響客戶嘅服務體驗。因為本身個體驗都係極差嘅，冇影響啦。你試下喺嗰度淨係得本簿，有啲人好中意去打簿噶嘛。你都唔好講話服務啦，係咪先啊？你只有企到腳軟，即係如果有張凳坐嘅，咁坐到變成化石嗰個嘅體驗咯。有咩體驗可言啫？實情就算以前我喺香港我都自怕要落分行嗰度搞啲咩手續搞啲服務喂，佢都唔當我係人，我覺得去到即係慘過隻狗大佬，你隻狗入到去摸下你個頭因為喂你一個普通市民行到入去你冇翻咁上下資產值，佢唔睬你啦。有錢嘅入到去，佢一味 sell 你買呢樣買嗰樣你唔買咧，佢一樣係板着塊臉西口西面，真㗎好啦，要提升營運效益，艾喬治就重申加強科技應用就係重點之一。務必係推動客戶服務做到即時兼安全性高，但係就會維持以真人作為最終決策。未來將會透過科技提升員工嘅效能。艾喬治強調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即係 Gen AI 就將會係摧毀。同時就會創立部分嘅職位，你一定係摧毀啲職位多過創立職位嘅。喂，你有咗 AI 嘅時候，你點會仲請多咗人啦？因為有好多人佢其實就係，比如話嗰啲後勤嘅員工聽電話嘅，
你如果 AI 問得到，佢都唔需要咁多人啦。而家根本上好多銀行咧，如果你識用嗰啲咁樣嘅 e-banking 嘅服務啦，就好方便嘅。分分鐘答你嗰個都唔係人嚟㗎，你打堆字落去問佢啫嘛，好多嘢都問到㗎。咁當然啦，有啲麻煩啲嘅就始終都要真人啦。咁但係一啲好輕便啲嘅問題啦，你喺個 Apps 裏邊問咁好多都問得到嘅。香港嗰啲 App 我唔知啊，我喺英國嗰啲銀行嘅 Apps 就好方便嘅。好啦，咁要確保現時超過20萬僱員獲得培訓機會，並且咧係共同走過創新嘅旅程。但係無可避免地啦，當旅程完結嘅時候不少員工就要離開集團㗎啦。即係都係要食無情雞啦咁就希望咧員工唔會對科技抗拒、焦慮，甚至乎感到被剝削。集團咧就會提供合適嘅配套幫助㗎。咁你要殺到埋嚟嘅時候，唔通佢嗌痛咩？都冇用㗎啦，掙扎都冇用㗎。事實上有啲工種就係會收檔啦，即係以前好興喺街邊嗰度幫人寫信咁，你冇咗啦，係咪？隨住時代嘅演進，有啲職位就會流失㗎啦。以前有啲叫做打字員，會考都有得考嘅打字呢一科，而家都冇啦，係咪啊？咁你而家仲要整個 AI 出嚟咁就肯定有啲人冇得撈㗎啦，難免。尤其係佢嗰個嘅技術門檻越低嘅，咁佢越容易冇得撈。你淨係比如話聽電話咁樣問下答下嘢，咁嗰啲就好多都雞得啦，做後勤㗎，邊有得撈啫仲冇計喎！你 AI 嘛，乜嘢都話要。好啦，未來再投資業務方面啦，艾喬治就話將會繼續善用匯豐香港嘅國際網絡、恒生銀行嘅本地優勢，去捕捉增長機會。財富管理咧就係其中一大亮點嚟㗎。匯豐香港喺2025年新增120萬個人客戶。如果未來內地中產繼續利用香港作為管理境外財富嘅中心，咪有信心咧延續上客量嘅強勢。揚言咧匯豐每年都可以吸納100萬個新客㗎。咁呢啲係咩客人嚟先？係咪啊？仲有你嗰啲咁嘅錢係點樣搬落香港咧？你因住唔好咁得戚添因為大陸本身有限制㗎嘛，每年幾多個外匯係可以匯出外邊，香港都算境外㗎嘛佢哋咁你話咩每年新增120萬個客你嗰啲咩客嚟㗎搞清楚喎，唔好一陣間又俾人罰錢喎，或者大陸睇唔過眼嘅時候你出事喎。報道最尾就話全球宏觀環境不明朗，過去幾年有大量資金湧入香港，香港嘅銀行存款急增匯豐都同樣受惠。集團坐擁大量嘅活期存款，由於依賴同業拆借嘅比例較其他銀行低匯控有龐大嘅空間繼續支持信貸增長借多啲錢出去咯，係咪啊？最緊要啦，有借有還，上等人，你收得翻先至得，收唔翻咧咪講乜都冇用好啦，亞洲咧同樣就成為匯控嘅發展焦點艾喬治表示，未來中高端客戶層咧就係發展核心嚟㗎。區內60%半嘅中高端客戶至今就尚未持有任何嘅投資產品，潛在發展空間咧就相當可觀㗎。即係話如果你係屬於低端客戶咧即係佢都唔需要睬你㗎啦我低端嘅，所以咧我就入親銀行都冇人理我㗎你如果你中高端甚至乎係高端咧行入去，哇成扎人湧埋嚟咁但係佢就係湧埋嚟做咩咧？就叫你走去買佢嗰啲投資產品咯，笨，所以就係咁咯成扎有時係要 call 總之你一入到分行，喂你有啲咩服務咧？佢又問你買咗咩未又話喂你好多錢擺咗喺度喎就咁擺喺度咧就冇呢一個嘅投資價值㗎，冇增值潛力㗎。你買我哋銀行嗰啲乜產品就有啦。係買雷曼智好添發達嘅會所以咧而家嗰啲60%半中高端客戶咧要讚下佢啦，醒目啦，尚未持有任何投資產品，你最好呢世都唔好持有。你自己識去投資啦，使乜俾錢人哋賭啫？啱唔啱你自己識得買美股，自己識得走去買美債，使唔使走去即係假手於人咧？我都唔明。老實講，你走去買佢嗰啲基金，你即係同過大海玩百家樂一樣啫嘛。
你自己擺落去，你自己睇牌，輸都輸喺你自己手上。咁人哋幫你賭埋，我使乜你幫我賭啊？強積金已經係你焗我賭咗㗎啦，已經屈咗一嚿錢㗎啦，咁仲要入到銀行又屈我一嚿即係當然我冇得俾佢屈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相關嘅財富條件嘅，最緊要咧就係把握喺自己嘅手上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唔好俾嗰啲咁樣嘅靚女咧 sell 下你，咁你走去落搭冇用㗎，嗰啲係好啊！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